王爷！哎，你们哪个组的？哎，别光看着呀，帮帮忙啊！姑娘，姑娘，你醒醒啊！我怎么做梦还是在拍戏啊？姑娘，阿广，孔双双来了我就睡不了了。哎，姑娘，你醒醒啊！哎呀，你烦不烦呀你！大胆，快说，是谁派你来行刺王爷的？哇，好帅啊！有便宜不占，王八蛋！哇，这画风转的也太快了吧！这亲完了不应该入洞房吗？尹晴柔，在梦里你也太虐待自己了吧！说，你是何方人士？是谁派你来刺杀灵齐王的？哎，拍戏的时候帮孔双双背词儿，好像没有这段啊。难道导演又加戏了？啊，尹晴柔，你也太敬业了，连做梦都是工作啊！不说。好，来人，给我带上来。是。阿广，晴柔，你醒了，我还以为你死了呢。呸！你说什么呢？你才死了呢！你又穿上太监服了。别说了，这都是真的，不是拍戏呀。什么真的？不是，这不拍戏是干嘛？哦，对了，是在梦里。阿广，真对不起，你看我做梦都没给你安排个好角色，回去我请你吃好吃的，好不好？说，是不是谢言辰派你来的？问别人事情还这么凶，加个请字会死啊！平时被你们这些大牌欺负就算了，可今天啊，我的梦里我做主，我就不说哎。说，是不是？吓唬谁呢？这破道具我见得多了。我告诉你，今儿个姑奶奶我呀，还就不啊！血！晴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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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广，看见你真好。我刚刚做了一个奇怪的梦，我梦见别人拿剑指着我啊，但是呢，我坚贞不屈。然后你就把自己送到刀下了。哎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不是说做梦不会痛吗？为什么我感觉到痛了呢？难不成我们做了一样的梦？现在你明白了吧？刚才那些不是梦，不是梦，那是真实的。那我去得找制片主任呢，我可是算工伤的。哎呀，你先看看周围。我的衣服呢？我的衣服呢？阿广，你早被几个丫鬟给换了，你才发现啊！哎，笨死你算了。那我们现在是在哪儿啊？晴柔，你听好了，可千万要顶住。刚刚那些，不是做梦，更不是在拍戏。我们真实的在王府。王府？不对，你让我想想啊。照这么一说的话，
确实好像是这样的。我看刚才的那些人啊，都不是咱们剧组的，而且呢，我也没有看到导演，我也没有看到孔双双。哎呀，孔什么双啊？你还是先想想你自己吧。晴柔，你还没发现啊？我们现在也许好像保不齐跑不了就是穿越。啊！我不信，我不信，我不信！快回家！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呢？着急有什么用啊？保不齐啊，我们就交代到这儿了呗。不行，不行，不可以！开门！你们快开门！快开门！你要再这么关着我，我就告你绑架！啊！开门！开门呐！王爷，刚才听他们说的，好像真的跟二王爷无关，但是他们说到了是穿越过来的。穿越？你可知穿越的意思？是不是他们的暗语啊？他们不是要回家吗？放他们走。开门！开门啊！你们这是非法拘禁，你们知道啊？开门啊！哎呀，都说是古代了，你就别瞎费力气了。阿广，我想回家，我想回家。哎呀，我也想回家。哎，不过他们今天在审我的时候，我突然想起咱们之前的那个桥段，就是孔双双被土匪劫财劫色，然后跳崖自尽，有人相救的那场。哦，我就把那个桥段啊原封不动的搬了过来。我觉得我讲的也算是声情并茂，声泪俱下吧，他们应该能相信吧？他们会相信吗？哎呦，不管了，阿广，我现在就想回去，不想待在这个地方。哎呀，我觉得当务之急，我们是应该想办法离开这里呀。啊！吃饭了，吃饭了。嘘。你干嘛？快走啊！王爷，现在怎么办？累死我了，脚都快断了，现在就刀架我脖子上，我也不走一步了。你在我们身上装了 GPS 吗？怎么这么快就被你抓到了？王爷，要怎么处置？这位王子，贝勒，少爷，你看我跟你远日无忧，近日无仇的，你干嘛非要跟我过不去啊？再说了，我们一看就没有钱，我也没有什么姿色，杀了我，你是不会有任何成就感的。带回去。是。干什么呀？哎呀，你想干嘛？你说句话行不行啊？王爷，你故意放走那个尹晴柔，他也没有去找二王爷，是不是就证明他和那个阿广并非是二王爷的人？依我看，不如干脆杀了他们，宁杀错，不放过。尹浩，你何时变得如此嗜杀成性了？既然不杀，要不然就放了。他们也待了这么多天了，想必家里人也会担心。放？哼！在我没想清楚怎么跟他算这笔账之前，他休想迈出府门半步。
俗话说，既来之则安之。哎，你看我来这几天就迅速适应了。你呀，就得学习我这种打不死的小强精神。切，再说我觉得那个冰块脸也并没有想把咱们怎么样啊。抓来这么多天，好吃好喝伺候着，除了不让出去，别的也没什么不好啊。还没什么不好的，你都成了太监了。哎，这不是为了让他们相信我们也是古代人吗？哎，再说，我觉得太监没什么不好的。现在府里上上下下，反正是雌性动物，都对我好的不得了。哎，幸亏我掉下来的时候，兜里还装着那个便携的化妆袋儿。哼，老娘吃饭的东西还剩那么一点儿。只不过来之前斜挎的那个化妆箱不见了。好贵的。哎呦，还老娘呢！你心可真够宽的。不然能怎么样？每天跟你似的，愁眉苦脸的，我们就能回家了。哎呀，我这几天呢仔细想过了，我们穿越过来呢，肯定是因为那个像飞碟一样的东西，所以啊，我们只要再找到那个东西，就一定能穿越回去。话是这么说，可是我们怎么样找啊？哎，导航地图还是卫星定位啊？那我们也不能总待在这儿吧？再说了，那个冰块脸，谁知道他要干嘛呀？哎，你说会不会是因为你非礼了他，所以他就产生了斯德哥尔摩症状，爱上你了？胡说八道，谁非礼他了？完蛋，谢延琪，管老娘主啊！哎呀，小姐，你起了？现在几点了？几点了？就现在什么时辰了？哦，卯时都快过了。卯时又是几点啊？啊，算了算了。啊，对了，你是谁啊？您又忘了，我是王爷派来伺候您的丫鬟呀，我叫喜儿，以后就我来伺候您。哎，别，我自己来就行。还有，你以后可不要叫我小姐什么的，就叫我晴柔或者晴柔姐都行。小姐，喜儿要是有什么不对的地方，你打我骂我就是了。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快起来，快起来！你挺好的，我没说你什么不好呀。那小姐干嘛不让我伺候你，还让我叫你的名字，那是大不敬啊！哎呀，好了好了，我知道了，我以前在家习惯了。随便你了。小姐，喝粥。看来阿广说的对啊，在王府也没什么不好的。王府当然好了，而且小姐又是我们王爷点名要留下来的人，整个王府的人背后都在议论，说小姐到底是王爷的什么人呢？小姐，你这几日一直闷在屋里，要不要喜儿陪你出去走走呀？也对啊，我这几天都没怎么出去过。还有啊，那个阿广死到哪里去了？广公公啊，他现在可是王府的大红人呢。他有一个像神仙一样的袋子，里面随便拿点东西出来，就可以把王府里的老妈子呀、丫鬟都变得漂漂亮亮的。他还梳得一手好头，今天就被兵部王大人的夫人请去梳头了呢。这个阿广啊，可真行。得，咱们两个出去逛逛，走吧。小姐，你快看，多漂亮啊！你过来呀。我看你自己玩挺好的，你还是自己玩吧。这也敢叫花园？还没我家小区绿化面积大呢。看来这个王爷也不怎么有钱嘛。什么味道？好甜
道是我偷吃的。混账，给我放下！你是谁？竟敢偷吃本小姐的东西？我就是看看而已，这上面有没有写着闲人勿动？你，如意，给我张嘴！哎，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话还没说完就要动手打人，你简直无法无天！说你是谁的丫鬟？我今天就要替你主子好好教训教训你。如意，是。住手！表哥，你来的正好。你府里的下人真是越来越没规矩了，竟敢偷吃我亲手给你做的糕点，我要罚他，他还敢还手。糟了，他叫谢云奇表哥，那他不就是那个公主？完了完了，这下闯祸了。谁说我偷吃了？你看这糕点一块都没有少，我就是拿起来看看，怎么了？哼，要不是我和小姐及时赶到，你就吃了。哎，你有证据吗？我就是拿起来看看而已。对于你们这种毫无证据的恶意诽谤，任何法庭都不会受理的，你们知道吗？再说了，既然没有犯罪事实，那就不能判定我有罪。表哥，你听听，他都说些什么乱七八糟的，都让人听不懂。我不管，你要给我做主啊！我不管他是谁买来的丫头，我让你现在就赶他走。用不着，我现在自己走。你，谁管你们？哼，让。表哥，我帮不了你，因为她不是我府里的丫鬟，而是我的客人。客人。如意，我没看错吧？表哥刚刚那个是笑了。小姐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到处找你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贤儿，你我相识一场也算是有缘分。今后如果你有危险，就向西方大喊3声我的名字，我若听到，定会回来救你。今日一别，后会无期，再见。哎，小姐，你不能走，你走了王爷会打死我的。你就别跟着我了，我是肯定不会待在这个地方的，分分钟就没命。如果你要是害怕，你就跟我走得了。哎，小姐，你不能走。哎呀，你要不愿意走，你就留在这儿。哦，对了，你帮我告诉阿广啊，我出去安排好了，回来我就接他啊。哎，小姐，你别跟着我。哎，小姐，哎呦。王爷有令，不许姑娘踏出王府半步。半步不行，那一步呢？一丢丢步。他们手中的刀削铁如泥，你要不要试试？这位王爷，小女子感谢您的救命之恩，可小女子的伤已经好了，我是不是能走了？你的伤好了，可本王的还没好，想走没那么容易。可是我又不是大夫，你留着我有什么用啊？谁说没用？从今以后，你就是本王的奴隶。什么？王府内你可以随意走动，但若敢走出去，格杀无论。你这是非法拘禁，你是犯法的！表哥，你为何还在这里啊？你给我说清楚，那个丫头究竟是什么人？我说过了，是我府上的客人。不可能，你一向深居简出，怎么可能会有客人？我的意思是，那丫头一看就是山野村姑，怎么配做灵齐王府的客人？嫣然，这里是灵齐王府，配不配做客人，自然是我说了算。你若无事，就先回去吧。今日我很忙，无暇陪你。表哥，人家是特意来看你的，还亲手做了你最爱吃的糕点。心意领了，糕点放下，你先回去吧。那我走了。
去给我查清楚，这个臭丫头究竟是什么来头？是。这些古代人真奇怪，脸上蒙这么个东西，别说打架了，连喘气都喘不上来。哎呀！狗大哥，你说咱们平日无冤，素日无仇的，你就放我过去吗？再说了，我又不是小偷，我又没偷你家东西。狗大哥，天龙，回去。姑娘，你受惊了。天龙平时性格很温顺的，可能看到姑娘你是黑衣夜行，所以当你是贼，在下独孤远给姑娘赔罪了。啊，没关系没关系，刚才那只狗狗是你的呀，好可爱的。姑娘深夜在此是在干什么呀？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？我就是晚饭吃多了，出来溜溜。啊，对了，你是？在下独孤远。啊，我想说的是，那个女的跑了。哎呀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，改天咱们再约。哦，对了，你千万别告诉别人见过我的事儿啊，我先走了。哦，对了，我叫尹晴柔。我就在这儿，我没跑。尹晴柔。打听的怎么样了？他到底是干什么的啊？我问了一圈，终于帮你给问清楚了。你说的那个独孤远是王爷的一个门客。门客？对，不过虽说是门客，却胜似兄弟。哎，据说王爷对他特别的看重。哦，我这么跟你说吧，这天底下能跟那冰块脸说上话的不过5个人，那个独孤远就是其中的一个。我就说嘛，一看他就气宇不凡，不是一般人。尹晴柔，现在可不是犯花痴的时候。哎，不是说好了我们找机会一起溜，找回去的办法吗？你怎么打算把我一个人撇这儿啊？哎呀，不是阿国，我这不是得罪冰块脸的表妹了吗？我怕我要是不走，他非宰了我不可。哎，那你怎么又回来了？就因为那个独孤远？哼，真是有异性没人性。哎呀，我错了，阿广。反正想也是白想，他跟那个冰块脸是一伙的。哎，我觉得那个三王爷挺帅的，你怎么不喜欢他呀？冰块脸啊？啊？那留给你吧，我可不想被冻死。哼，我倒是挺喜欢他的。儿臣参见母后。民女参见皇后娘娘，祝皇后娘娘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难怪我们家老三要把你藏起来呢，果真有趣啊！你说你叫尹晴柔是吧？起来说话吧。哦，谢母后。谢皇后娘娘。我还真以为你天不怕地不怕的。老三呐，儿臣在。我听说你府里藏了个美人儿，我还不信。今日一见，果真大开眼界。唉，也罢，你要是喜欢，就把她留下来吧。以后封个才人什么的，母后也不反对。
我们家老三长大了，知道找女人了，不如母后，可否借一步说话？行，你们都退下吧。是。姑姑，老三呐，你终于要选妃了，母后有多高兴，你知道吗？我可没说要选妃啊。那不行，我已经答应嫣然了。你要是想把那个尹晴柔留在府上，你就必须选嫣然为妃。母后，我留谁在府上，还需要通过嫣然的同意吗？无论如何，我坚决不选妃。您是否先操心一下二哥的婚事？你以为我没想啊？你大哥突然战死，连个王妃都没选，你知道我心里有多难受吗？所以你们几个的婚事必须我亲自操办，谁也不许给我找任何理由说不要，必须给我立刻娶妻生子，为皇族绵延皇嗣也是你们的责任呐。母后，这长幼有序，二哥既没有成婚，您自当先去找他。你以为我没去吗？你二哥为了拒绝我，差点出家当和尚呢。我警告你谢延琪，你们两个谁也不许找任何理由来对付我。我今天来了，你要是不答应我，我还不走了呢。千万别啊，母后，这您要是不走，父皇怪罪下来，儿臣可担当不起啊。那你就答应我娶嫣然为妃。这绝对不可能。来人呐，在。回宫把我的枕头拿来。是。以后本宫就在三王府就寝了。慢着。行，不就是选妃吗？儿臣选就是了。但儿臣要娶的王妃，不是那杜嫣然。那是谁啊？那是谁？尹晴柔。真的没商量吗？除非你不想抱皇孙。那丫头来历不明，可儿臣喜欢。她又不漂亮。可儿臣喜欢。你看她干瘪的样子，万一以后生不出来怎么办？可儿臣喜欢呀。你，好吧，让我想想。摆驾回宫。母后当心。姑姑，尹晴柔呢？啊，回皇后娘娘。尹姑娘，她刚刚已经走了。没规没矩的。儿臣恭送母后。李正，王爷，他人呢？好像去花园了。没规没矩。尹晴柔。怎么是你？是谁让你离开大殿的？反正又没我什么事儿，我就走了。谁说没有你的事了？尹晴柔，你给我听好了，母后这次过来就是给我选妃的。我告诉她，我已有了王妃的人选，
这个人就是你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别动了。王爷，独孤，听闻王爷要迎娶王妃，在下也没什么好送的，就提前送2瓶好酒，预祝王爷百年好合。独孤，你这是真心的吗？王爷为什么觉得我不是真心的？我当你是兄弟。今日你老实告诉本王，你是否对那个尹晴柔有意啊？我说过，我关心她，只是因为她是王爷身边的人。王爷，我可否问一句？但问无妨。王爷是不是真的要娶尹姑娘？当然不是。连你都看不上的人，本王怎会喜欢？我不过是用那个尹晴柔来吓一吓母后，看她日后还敢逼婚于我。其实，杜小姐也不错。这世间再美好的女子，也注定与本王无关了。这世上啊，唯有好酒不可辜负。既然你都来了，就陪本王喝上2杯。在下定当奉陪。什么？表哥要娶那个尹晴柔为妃？姑姑，你可千万不能答应啊！嫣然，不急啊。我4个儿子里面，老大最英勇，老2最孝顺，老4最风流，唯独这个老3，从小沉默寡言，从不爱与人说话。所以他的王妃呢，除了能帮他打理王府事务，为皇族绵延皇嗣以外，还能帮他在朝堂上笼络人心。所以哀家一直都觉得，没有人比你更合适。更何况你还是哀家的亲侄女呢。放心，哀家怎么可能让一个来路不明的野丫头成为我的儿媳妇呢？话虽这么说，可是3表哥那性子，怕是姑姑您也拿他没办法呀。是，我是拿老3没办法，可不代表我拿那个尹晴柔也没有办法吧？姑姑的意思是……哎呀，小姐，你就赶紧起来吧。干嘛呀？又没有什么事情要做，你就让我再睡1分钟。哎呀，你不能再睡了，皇后来了。什么？民女参见皇后娘娘。小秋子，在。尹晴柔接旨，奉皇后慈谕，特召尹晴柔入宫学习宫中礼仪，以3月为限。若皇后满意，则正式册封为灵齐王妃；若皇后不满，则立刻迁回原籍，终生不得入京城一步。钦此。民女领旨。我就是不要学什么见鬼的进宫礼仪，我也不要当什么灵齐王妃。
贤启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贤启，我告诉你，就算你是王爷，你的老子是皇上，那你也不能不问我的意见，就替我决定我的终身大事。再说了，我老妈还没这个权利呢，轮也轮不到你。我告诉你，你最好赶紧放我走，不然的我就……不然怎样啊？好，算你狠！今天我就让你知道姑奶奶我的厉害！我。贤启，能摆在你家的东西应该值不少钱吧？说不定还是限量版的吧？我就不信你不心疼！贤启，看好了！哼哼，嘿！真是条好狗啊，这都能接到。等着！李章，尹姑娘愿意扔就让她扔个够，扔够了之后，你再原封不动的摆回去。是。贤启，我讨厌你！我讨厌你，讨厌你，讨厌你！烦死你了，烦死你了！我讨厌你，讨厌你，烦死你了！讨厌你！你就这么不愿意当本王的王妃吗？对，一点都不愿意。这可由不得你！你给我听好了，如果这次你通不过母后的考验，不仅是你，就连阿广也要死。你，贤启，你混蛋！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！哎呀，你慢点儿！大哥，咱们这是跑路，你别这么磨叽行吗？走！哎呦我的妈，吓死我了！德哥，是你啊？我就知道你又要逃走了。怎么，真的想好了？我当然想好了，什么临齐王妃的，我才不稀罕呢。我最讨厌就是考试了，我以晴柔最讨厌的就是考试。独孤，你不是贤启派来抓我的吧？我们可是朋友，你不能这么对我。我跟你说过了，如果你想走的话，我会帮你的。后门的守卫已经让我调走了，如果你想走的话，我看还是趁现在。德哥，谢谢你。那我们以后会不会见不到了？有缘自会相见的。哎呀，太感人了吧！那独孤，再见。哎呀，差不多得了，一会儿冰块脸追来了。哎，快走，快走！再见。哎呀，你现在怎么这么磨叽呀？阿广，你不是说过，你们男人只要说什么有缘再见，就是再也不见的意思吗？哎呀，这些都是骗你的。一会儿啊，冰块脸追来了，快走！站住！二位这大包小包的，要去哪儿啊？关你屁事！哎，你如果我没猜错，你就是伤我三哥的那个丫头吧？怎么伤了人就想跑？我三哥知道吗？这位公子，你认错人了，不是我。带过去。哎，走。王爷，疼吗？啊，无碍，不疼。王爷，您一定要静养，千万不要有大的动作。好的，知道了。那你先下去吧。啊。
臣先告退了。三哥，三哥，四弟，稀客呀！我以为不到年关，你是不会回京的。我本不打算回来的，可是远在千里之外的我，就听说我们家三哥居然也春心大动，在家里面藏了个姑娘。你也知道，我这人平时最爱看热闹，所以就快马加鞭的赶了回来。这外面都是怎么说的？还能怎么说？说一向不近女色的三王爷居然开窍了，也不知道哪家姑娘这么有本事，居然能让铁树开了花。不过什么？不过我见了本尊之后，还真有点失望。你见过他？对呀，在何处啊？带进来。三哥，你得好好谢谢我，要不是我这人一向喜欢走后门吧，你这位小佳人这会儿都溜出城去了。狗拿耗子，多管闲事。三哥，你看，来人呐，在，把广公公拉下去，关起来。是。走，青柔，青柔，青柔，是我要走的，你管阿广干什么？除非你老老实实进宫，通过这3个月的考验，否则这辈子你都别想见到他。我记住你了，还有你。哼！青柔，你不是说有缘自会相见吗？看来我们缘分真不浅，这么快就见面了。四弟啊，你怎么还不回去？我来了这么久了，连杯茶都不倒给我，就急着轰我走啊？想喝茶回自己的府上，再不成，去宫里喝也行。三哥，你饶了我吧，我这次回来就想看看未来三嫂长什么样，我可没想让父皇母后知道我回来。这恐怕来不及了。我还有事儿，改天顶到。启禀王爷，邱公公来了，说是奉了皇后娘娘口谕，接4王爷回宫觐见。三哥，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，我要是不告诉母后，她责怪下来，我可担当不起啊。看来你还真挺喜欢那丫头的，不过说了她几句，你就接着给她报仇了。三哥，没想到你也有今天啊！看来我是应该禀报母后，你云游太久，是时候成家了吧？三哥，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啊！一入宫门深似海，什么时候我才能回家呀？我又不能丢下阿广一个人走。尹清柔啊，尹清柔，你还不如被孔双双欺负呢。宫中过
什么艰难，引处思念，陶熏，烦闷，疏解。独孤园。喜儿，你要乖乖的啊。轻柔，你在宫里可要多加小心啊，可别再碰个容嬷嬷什么的。阿果，你就别吓我了。哎，但是你要记住，你不是小燕子，也没有五阿哥可以罩着你，你自己一定要多加小心啊。那你说会比伺候孔双双还难吗？那就不一定了吧。杜哥，谢谢你送我的那个陶熏，虽然我不会吹，但是还是谢谢你。有机会我教你。真的吗？那拉钩。啊？哎，这样，哎，盖章，说好了的。李章，在。都什么时辰了，怎么还磨磨蹭蹭的？这千珏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把我家阿广养得白白胖胖的，他要敢少1根头发，那我就让你跟他一样。好了，本姑娘潇洒去了，一边去。走了。阿广，好痛。哇塞！哇塞！这些可比横店那些假玩意儿好太多了。这不会是真金的吧？皇后娘娘驾到！大胆，见到皇后还不跪下？参见皇后娘娘。起来吧。谢皇后娘娘。性格虽顽劣，但细细看来，还颇有几分姿色啊。小秋子，奴才在。奉皇后口谕，尹晴柔乃庶民入宫，吃穿用度一律按粗杂奴婢使用。拿着吧。小秋子，奴才在。就把它交给你了啊！瞧他刚才那个行礼，再看看他这个站姿，都像什么呀？一般新人入宫，都是从什么开始学起的？回皇后娘娘，一般新人入宫，学规矩要从跪姿开始。那就去吧。是。跟我走吧。
说两句就跪。早知道我应该缝个护膝的。哎呦，硌死我了！我这眼里头啊，可容不得沙子。想偷懒，小心戒尺。哼！哟，四王爷，果然是你。有事说事儿，没事快走。本姑娘没空陪你下流。怎么，刚进宫就被罚跪啊？你，四王爷，这新人入宫啊，第一个要学的就是跪。这规矩好。邱公公，还有没有别的什么规矩？比如说，倒夜香、扫塔楼，或者……行了吧你，没你这样落井下石的。闭嘴！脾气倒不小。你知道得罪我，分分钟我都能要你小命儿吗？哼，你们这些富二代都这样，谢延琪这样，你也这样。有本事你们就杀了我，反正我都进到这个大笼子里了，也没什么好日子过了。富二代什么意思啊？不对，你们应该叫做皇二代。皇二代？哎，有意思。有什么意思啊？你爸是皇上，江山是你爸打下来的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做过什么贡献？你是拯救过地球呢，还是促进过经济发展啊？你凭什么过得那么逍遥自在？反而是我们这些踏实努力工作的人，却要被你们这些坏人踩在脚下，啊，简直没天理！闭嘴呀！有意思。哎，走，跟我走。去哪儿啊？四王爷，放开！你都拉疼我了，懂不懂怜香惜玉啊？那我也让你拉我，算是扯平了。我才不稀罕！哎，我好歹帮了你，连句谢谢都没有。哎，害我进来的是你哥，罚我的是你妈，我干嘛要谢你啊？行，算我自作多情。要不是我三哥喜欢你，我才不稀罕帮你。我还告诉你，要不是他，我还不至于这么惨呢。那这样吧，作为报答，你给我讲讲你和我三哥是怎么认识的。想知道吗？想啊。好奇吗？好奇啊。那我就不告诉你。你，邱公公到！哎呀，怎么办？糟了！邱公公肯定要拉我回去继续跪的。你要不要求求我呀？四王爷，你就帮帮我嘛！你可真行，变得可真快。废话，说两句软话就能免受皮肉之苦，这点账我还是会算的。四王爷，尹晴柔还没跪足2个时辰，老奴来带她回去。那怎么能行？四王爷，你不知道这丫头有多无理。刚才你也看见了，她冲撞于我。如果我不好好责罚她，那以后宫中还有我立足之地吗？去回禀母后，就说我今天晚上让她打扫寝殿，一根头发丝儿也不能有，要不然我就让她天天倒夜香。不是怎么，这么点小事儿还让我亲自去禀告母后？哎，不，四王爷，老奴这就去禀告皇后，告退了。太赞了！你这个皇二代还挺管用的嘛。你高兴什么呀？我刚才说的是真的，你得罪于我，该罚。不至于吧？你一个大男人这么小气？怎么不至于啊？除非什么？我可是良家少女。你太有趣了。启禀皇后娘娘，尹晴柔被四王爷带走了，说是冲撞了他，他要亲自惩戒。老奴也没有办法，只能回来禀报了。老四啊，
四王爷跟你说要惩戒那个奴才是吗？是。哼，表弟一向花样最多了，尹晴柔在他手里一定没好果子吃。哥哥，这个尹晴柔果然大胆，连表弟都敢得罪。我看不如就让表弟好好出出气，也给这个尹晴柔一点教训。也好，不过小秋子，你看着点，毕竟那个尹晴柔是老三送来的人，不要把事情闹大了。哎，干！你这个人不错。怎么不错了？我刚开始还以为你要潜规则我呢。潜规则？什么东西啊？你还年轻，不懂。小伙儿，豪爽，比你那个三哥强多了。来，干！来。你还没告诉我，你和我们家三哥怎么开始的呀？请注意，没有开始好吗？啊？你三哥突然让我嫁给他，还有没有恋爱自由、婚姻自由了？他想娶就娶，本小姐还不愿意嫁呢。你说的那些恋爱自由、婚姻自由，我觉得倒是挺有意思的。那当然了。你三哥为了整我，让我进宫，可我尹晴柔也不是谁想捏就能捏的软柿子。再说了，我决定一定要通过这次考试，然后当众反悔，让他难堪。你这么说，好像不太喜欢我三哥。那当然了，谁会喜欢个冰块嘞？大夏天都能冻死人。可是我觉得你们俩倒是挺配的。我呸！我呸！我告诉你啊，就算全天下的男人都死光了，我也……不对，在我们家那边，电视剧里一般说的这样的话，最后两个人肯定是要在一起的。我重新说啊，不管天下的男人死没死绝，我尹晴柔都不会嫁给谢延庆。哎，喂，哎，醒醒！哎，来人！三哥哪儿找来这么个丫头啊？启禀王爷，探子回报，昨晚尹姑娘好像进了四王爷寝殿，至今还未出来，而且他们似乎还喝了酒。走，去看看。是。喂，起来，把醒酒汤喝了。你别烦我。哎，你。三哥来了，正好，你把这醒酒汤给他喝了吧。我是拿他没办法。以后离他远点。怎么了？吃醋了？吃醋？我是劝你别失了自己的身份，跟一个丫头把酒言欢，成何体统？三哥，你这话像是从母后嘴里说出来的。哦，我和他把酒言欢不像话，那你想娶她，这算什么呀？我的事儿不用你管，那我的事儿也不用你管。我再说一次，以后离他远点。明白了，小弟遵命。还说不是吃醋。
这丫头胆子太大了，昨天晚上竟然夜不归宿。您看，人这不好好的在这儿吗？刚才明明不在呀。下回查清楚再说。娘娘恕罪。尹晴柔，都什么时辰了，还不洗漱？晚了罚跪。我知道了，公公。我是怎么回来的呀？算了，管他呢，反正也没被罚。哎，难道是谢言齐帮了我？皇后驾到！平身吧。谢娘娘。从今日起，你要接受邱公公的严格训练。3月期满，如果还不能让哀家满意，别说和琪儿的婚事不成，就连你，终生不能踏入京城一步啊！太好了，我保证不会再回来。要不我现在就走吧。哎，不过你得让三老爷放了阿果。放肆！姑姑，你别听他的，他就想偷懒。皇后娘娘，您放心，这些年在老奴的手下，就没有不受教的。把他交给你，我放心。嫣然，咱们走吧。恭送皇后娘娘。有你笑不出来的时候。打今儿起啊，我要教你皇家的品德：辞令、礼仪、女工，教你行莫回头，语莫翻唇，坐莫洞悉，立莫摆裙，喜莫大笑，怒莫大声。你呀，要好好的学，好好的受着。不过我看你现在这副德行啊，你要想学好，那也是难呐。这呀叫处变不惊。你个死丫头，你找我打呀你！你找我打呀！哎呀，打不着！讨打！女人呐，得知道遵从3从4德。这3从呢，是未嫁从父，继嫁从夫，夫死从子，还有一个4德，就是妇德、妇言、妇容和妇尊。听着啊，你讨打呀你！公公，我听说的3从4德可不是这样的。3从呢是老婆命令要服从，老婆出门要跟从，老婆讲错要盲从。4德呢是老婆化妆要等得，老婆花钱呢要舍得，老婆生气呢要忍得，还有老婆生日要记得。不是，
这哪儿来的歪理邪说呀？这是你偷打呀你！我让你跑，我让你胡说。小鸡，你偷打呀！你哥哥，我错了，你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听说这皇宫里经常有冤魂，冤有头债有主，有什么事你千万别来找我呀！这是什么啊？咦，酒？哦，是药酒。这谁会这么好心呢？肯定不是圣诞老人。超人，独孤超人，一定是他。小秋子，在。你教那个尹晴柔也有一段日子了吧？不知其可有长进呢？这为何吞吞吐吐？哀家不是让他每天多练字来着吗？拿来我看一看。是。这写的是什么？诗词呢？他写的是挖掘技术找蓝翔，一节更比6节强。韵脚倒是押上了，什么意思？老奴也没弄明白。女工呢？再拿来我看一看。是什么？好像是鸳鸯戏小鸡。宣尹清柔上殿。哎，宣尹晴柔上殿。你自己说说，这些都是什么东西？皇后娘娘，我觉得我做的已经不错了，我可是零基础。一无是处。啊，皇后娘娘，你要这么说，我可就不赞同了。我会的东西可多了呢。你自己说说，你会什么东西？我啊，什么洗衣做饭煮咖啡砍价拎包背台词，哦，我都做得可厉害了呢。你说的这些哀家都没有听过，你分明是在狡辩。小秋子，在。带他出去，先跪2个时辰再说。给我好好治治这张利嘴。是。皇后娘娘又跪呀。走吧，别再让老奴亲自动手了。哎呀，热死了！什么嘛，古代人天天闲着没事儿干，动不动就跪。我可怜的膝盖啊！
我今天回去必须封个面调，以防万一。难道古代真的有圣诞老人啊？想什么就有什么。难道又是独孤园？真的好感动啊！没想到我真的有这么一个神通广大的朋友，在宫里都有后门。跪久了腿麻了，我稍微动动。怎么是瘸腿的节奏啊？哼，活该！谁让你老欺负我？儿臣参见母后。儿臣参见母后。今儿怎么一起来了呢？倒是新鲜呐。母后，你真是越来越难伺候了。我们不来你念叨，来你还念叨。三哥，你在这待着，我先走了。站住！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要不是被迫住在宫里，你会舍得来看我吗？我就知道母后最疼我了。我倒是好奇老三，平日里1个月进不了1次宫，最近这是怎么了？小秋子，三王爷这是这个月的第几次了？哟，这个老奴也记不清了。如此看来，该走的人是我了。儿臣先行告退。站住！既然来了，就陪母后用完膳再走。你就不想看一看你的那个尹晴柔被哀家调教成什么样子了吗？那倒也不妨一看。小秋子，在。奉茶。参见皇后娘娘，参见四王爷。母后，看来你的方法不太灵啊。儿臣恳请母后对这个尹晴柔严加调教，务必让她成为本国女子之典范。先请你。本王的名讳也是你直呼的吗？母后，你看她还是野性难驯，日后就劳烦母后费心了。好说，关乎到皇族的威仪，母后必定尽心尽力。母后，你看今日阳光明媚，咱们也别在屋子里面闷着了，去花园走走如何？也好。晴柔，你也一起去吧，今天就休息一下，好好陪陪老三。好啊，奴婢遵命。我就说这个中年老妖精怎么会这么好心？原来是你们吃着我看着，你们坐着我站着，居然还把杜嫣然叫来了，分明就是想让我难堪嘛！去添点酒来。快点，磨蹭什么呢？要添酒为何自己不动手？打扰了本王听曲的雅兴。也对，万一杜大小姐不小心打翻了酒壶，岂不是更骚雅兴？你，
真是越听越好听。儿臣献丑。嫣然呢？不如你也来一曲如何？好啊。不错，真的不错。老三，母后，你觉得呢？表妹自幼勤学苦练，琴艺自然不在话下。不过晴柔估计也不差。我？晴柔啊，要不你也弹奏一曲给母后助兴如何？你说什么呢？晴柔，你真的可以吗？可不要勉强自己呀。有嫣然、珠玉在前，确实难为你了。这有什么难的？听着。这有什么好玩的？让你们听点没听过的。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，怎么爱你都不嫌多。红红的小脸温暖我的心窝，点亮我生命的火。停！这都什么靡靡之音，淫词俗曲的，给我退下！就没一样能见得人的吗？学了这么久，什么都不会。不就是吟诗作画、弹琴诵曲吗？这有什么难的？听着，一个是阆苑仙葩，一个是美玉无瑕。若说无其缘，今生偏又遇见他；若说有其缘，如何心事终虚化？哎，我三哥一看你掉到水里，就奋不顾身的救你，还不谢谢我三哥的救命之恩呢？我凭什么谢他呀？明明是他坑我，好不好？非让我展示才艺什么的，自己笨得像只猪，还赖在我身上。我招你惹你了？天天欺负我，今天还害得我差点没命，还说我笨。是，我是笨，我最笨的就是明明逃走了，可我却又回来了。我最笨的就是找不着回家的路。贤妻，你要真这么讨厌我，一刀杀了我得了，一了百了。你们小两口先聊，我改日再来啊。我先走了。你说谁小两口？你误会了。贤妻，你就给句痛快话，你到底怎么样才肯放过我？快把衣服换上，病了可没人管你。你说你也是，怎么能这么不分轻重？万一真的闹出人命来怎么办？我也没想到，表哥他会那么着急的去救那个尹晴柔啊。
即使是你表哥没事，可万一那个尹清柔有个3长2短，老三还不埋怨我一辈子吗？姑姑，你说过要帮我的。我是打算让那个尹清柔知难而退，可我不是要她的命啊！下回绝对不允许再这么胡闹了，知道吗？我知道了。灵齐王到。表哥，儿臣参见母后，清柔已无大碍。啊，那就好。你快去喝些汤药吧，万一病了怎么办？小秋子，不用了，儿臣来是有话要说。尹清柔是我魏国门的王妃，就是我谢延琪的人。当今世上，只有我一人可以让她受委屈。母后，今日就请您给儿臣做个见证。从今以后，无论是谁，若是与秦柔为敌，就是与我谢延琪为敌。我的话说完了，儿臣告退。表哥，你看你这下怎么办？胡闹！这个谢延琪真奇怪，对人忽冷忽热的。你说他要对我好吧，那不应该送我到这个破地方来活受罪啊。你说他对我不好吧，那干嘛还跳下水救我，还给我送衣服、送补品什么的？古代人的思维真奇怪，烦死了，烦死了。完了，我难道要感冒？这可是在古代啊，万一得个肺炎什么的，那可是不治之症。既然没人可怜我，那我必须得对自己好一点。要不先洗个热水澡？哎，不行，没有木炭啊，这怎么办啊？皇后娘娘，跟她借的，她肯定不在乎。哎呦！原来邱老头得了风湿啊！今天降温，这阵儿肯定是犯病了。难怪上次见他走路一瘸一拐的，活该，谁让你老欺负？不行，尹清柔，大人不计小人过，你要是就这么走了，那不就和邱老头一样了吗？邱老头，算你走运了。谁让你进来的啊？出去！你的小手板又痒痒了是吧？哎呦！等你腿好了，你再收拾我也不迟。哎，你……哎呦！风湿什么的最头疼了，恨不得疼起来2条腿都不要了。你这算干什么？看我的笑话是吧？我才没那么无聊呢。哎呦！等着。哎呦！怎么样，舒服多了吧？感觉是舒服了点儿。哎，邱老头，你呀，以后一定注意你的房间要多通风，饮食啊一定要清淡。哦，洗漱要用温水，
记得睡前要泡脚，要将双足浸入含有中药配方的汤药中，这样啊，不仅有助于血液通畅，还可以消肿痛、祛风湿呢。你说你这小小的年纪，怎么懂得这些呀？啊？在我老家呢，我父母也有风湿，照顾的久了，自然就懂了。